Hello，咁多位朋友、網友，大家好啊！歡迎嚟到呢一個頻道，欣賞我今日嘅呢條影片。今日呢，想同大家分享下我個人嘅感受啦，就係關於近日大家清楚知道呢，喺英國嘅移英港人呢 BNO 5+1咧申請永居呢就有機會有所更改。咁啊，當然呢個更改呢出咗一份呢內政部嘅文件，係一份諮詢文件。咁啊，講緊唔係淨係針對 BNO 港人啦，咁啊講緊成個英國嘅一個移民嘅一個政策嘅方向噶啦。咁啊，呢個諮詢期呢大概呢就有3個月左右。咁啊，預計2月裏邊呢可能會有所消息。咁啊，呢一排呢，除咗喺香港即係呢個圈子裏邊，香港人呢都會繼續議論紛紛啦。雖然好多朋友仔呢都已經聽埋呢開始行動做嘢，譬如回應嗰份文件啦，同埋呢亦都會寫信俾 MP 去講翻自己嘅想法嘅。咁啊，嗱，我坦白講啦，好多喺社交平台呢睇咗唔少嘅，無論係文章啊，同埋一啲 YouTuber 分享之後呢，近排我最想即係分享我感受呢，就係關於有啲即係朋友仔講話呢已經作呢個最壞嘅打算啊。咁啊，講到最壞打算呢，好多人一聽到呢一句說話呢，都被吸引咗去即係聽下有咩最壞打算啊，咩事啊，係咪回流啊？回流講咗好耐噶啦。咁啊，可能去到呢一步呢，大家都係即係一直以嚟都得個講字嘅啫嘛嚇。咁啊，講到某一個位置，去到呢個時刻呢，似乎真係呢所謂夢想成真，講嗰句就實現咗啦。因為最壞打算唔係回流咗啲咩啊，係咪？咁啊，好啦，亦都有啲朋友呢，可能呢，即係一聽到呢句說話呢，都會走入嚟呢，就可能講話，喂，係啦，一早話咗呢，呢個決定係錯噶啦，做乜要走啊？香港咁好，做乜要移民啊？係咪？咁啊，嗱，而家證明咗啦吓，嗱，睇英國點樣即係對你哋背信棄義，而家你哋呢，冇辦法啦，要做呢個最壞打算啦。咁樣嗱，最壞打算係咪真係代表回流呢？我相信係嘅吓，因為呢，你話如果再一次係去移民去其他國家嘅話呢，可能呢係更加艱難，尤其是喺即係呢一兩年呢，已經係特別咧見到呢係有所改變啊！成個大氣候、大氛圍就係話呢，未必再咁受呢歡迎嘅呢個移民嚇。我哋知道呢，唔同嘅國家呢開始收緊呢個移民政策，咁啊，亦都甚至乎好多朋友呢，其實坦白嚟講嚟英國呢都係二次移民噶啦。有啲可能曾經係嘗試過喺台灣啊，或者去過第二啲地方啊，唔適合啊咁樣，諗住就最後呢，轉嚟咗英國。咁如果再3次移民呢，其實呢係一啲都唔簡單嘅一件事，亦都浪費資源、浪費金錢啦嚇。咁我相信呢，有啲 YouTuber 講話呢，最壞打算應該相信就係講回流。但係呢，我想 highlight 一個 point，我發現呢，即係講到話以作最壞打算而招來一啲觀眾去睇佢哋影片分享嘅朋友呢，反而呢一批嘅香港人呢，係最快可以攞到永居。講緊嘅就係話呢，其實佢去到下年可能3月左右呢，已經係到期可以申請永居。咁我自己心裏邊諗就係話呢，你所講嘅最壞打算其實就係等於唔需要打算，因為大家知啦，2月幾先至叫做咧諮詢完畢，邊可能咁快去到3月4月就能夠咧可以即刻出台即刻實施啊？有任何決定都好啦，都可能要搞翻1年半載先可以真係正式咧係立法啩。咁所以咧，我相信呢一班朋友咧，所謂最壞打算咧，其實心裏邊覺得咧自己應該咧都冇問題嘅，應該都可以能夠順利咧可以用翻原本嘅條件，可以順利可以入到即係我叫攞永居，甚至乎入籍啦咁樣。相反就係好多朋友可能係真係近呢1-2年先嚟嘅呢，佢哋呢，即係可能呢個心情呢係最低落，因為佢知道呢，就算即係你仲有1-2年先至可能呢係夠期可以申請永居，咁相信呢段時間呢，可能足以呢係立法噶啦，去改動呢個法例噶啦咁樣。咁呢啲朋友呢，我覺得先至真係需要去打算一下佢嘅將來係咪真係回流呢？嗱，佢呢一部分呢，我都咁講噶啦，無論外界任何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聲音都好啦，呢個都係個人嘅決定嚟嘅。咁如果你覺得都行唔到落去嘅話，要做呢一個回流決定呢，我亦都覺得係無妨。咁啊，當然啦，我哋又會知道啦，有啲人話喂，你諗清楚喎，回流真係唔容易嘅喎。嗱，呢啲説話呢，有啲似當年呢，你要走要離開香港嘅時候呢，亦都聽過唔少類似嘅説話，就係喂，諗清楚喎嚇，你去第二個國家生活係完全未生活過嘅喎，唔習慣嘅喎嚇，即係個氣候好唔同嘅喎，好凍
痛嘅咁樣。咁諗清楚喎，嗱，而家咧調翻轉同你講，你翻香港都要諗清楚，點解咧？有啲人話喂，你已經慣咗英國個生活節奏啊，翻去未必跟得上啊，係咪先？咁啊，而且嗱，你翻到去可能住又係一個問題啦，甚至乎揾工，我真係唔容易嘅喎。你估即係咁一翻去即係揾到啊？就等於當年你話一嚟英國即係揾到咩？唔係嘅喎，咁樣啊，所有嘅轉變都係唔簡單。尤其是啦，我知道咧，如果有小朋友家庭咧，肯定咧就係同一樣有呢個想法啦，就係話其實咧係洗濕咗個頭嘅嚇，好難翻轉頭，就係因為咧你嘅小朋友嚟咗呢度讀書啦嚇，即係你唔好話嚟咗2-3年，就算嚟咗1年都好啦，其實咧已經係唔同晒嚇。呢個咧我想講啊，係優點變缺點，當年嘅優點通通變晒缺點。我諗最初嚟英國嘅時候咧就話哇，最大優點係咩啊咁樣，咁啊好多時會數啲優點去 support 自己啦，覺得自己嘅決定係啱啦。咁其中一個咧一定係我讀書噶啦嚇，小朋友讀書哇，真係完全唔同晒啊個氣氛。哇！可以真係好好享受讀書嘅生活，享受自己嘅 childhood 啊個童年啊，因為咧係冇乜壓力啦，翻去玩啊，冇乜功課嘅壓力啦咁樣，哇好開心。但係呢個優點咧，漸漸變成缺點，因為咧其實呢1-2年咧都聽到唔少聲音，啲家長就話哇，發覺唔得，太輕鬆，驚小朋友咧冇競爭力啦。小學就係已經講緊要嘅競爭力啊，覺得咧呢度嘅生活節奏啊、讀書啊太慢啦，一定要咧俾翻多啲壓力佢，要揾翻多啲補習老師嗱。去到而家呢一刻啦，所謂最壞打算，如果要翻香港回流嘅話呢，小朋友好多人都話喂，跟唔到啊，肯定跟唔到嗱，語文上已經跟唔到噶啦，係咪咁啊？同埋呢，有即係可能個壓力呢又會倍增啦嚇，即係唔習慣去承受呢啲讀書嘅學術上嘅壓力啊，同埋一個咁大嘅競爭嘅氛圍啊，咁啊，就算有啲朋友話喂，咁我可能選擇唔入讀呢個傳統學校啦，入讀國際學校得唔得啊？咁樣喂，但係即係個財政上呢，亦都係好大壓力。咁啊講埋咧，咁啊反而數翻就係話，喂翻去咧，可能好多即係問題，好多缺點。有啲人又話咧，使錢會多咗。我驚啲 YouTuber 話咧喺英國咧使錢少咗嚇，因為點解啊？最初啲人咧，我最憎啲人講就係話，因為個物慾冇咁高啊嚇，冇咁高物慾，即係話你唔會有嗰個心情，或者唔想買咁多嘢。咁香港唔同啊嘛，你出街方便，周圍見到即係好多好吸引嘅嘢俾你去使錢去花錢，而且最緊要咧就係成個氛圍，身邊嘅所有人都可能係即係會咁樣去消費嘅啊，無論去玩啦、食啦或者買嘢啦，咁變咗自己咧都無情咧，你可能係要跟翻呢個大氣候去做咧，你自己都忍唔住要使錢。咁英國咧可能相反，冇物慾，咁我覺得咧其實英國冇物慾啦，買嘢唔方便啦嚇，身邊冇人比較啦，唔會話好多人都真係買呢樣嘢跟住去買啦。呢個反而咧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其實即係反映緊英國嘅落後啫嚇，即係英國因為落後嚇，所以咧先至咧導致你咁即係冇乜心機，同埋當然啦個使費都特別貴啦嚇，咁變咗你即都唔想使咁多錢，慳下咁，所以先係咁。即係我又唔覺得話係一個好處嚟嘅，即係唔應該用呢個嚟比較，唔係因為話去香港你物慾就會強咗噶啦，會使多啲錢噶啦，變咗咧就好難生活噶啦咁樣。我覺得呢個就唔應該攞出嚟講。好啦，咁講埋咧，其實咧我諗咧當中咧都有嗰句啦嚇，近呢1-2年先嚟嘅朋友仔咧，打擊係最大，衝擊係最大，最可能會諗翻回流嘅就係佢哋啦。咁啊可能因為走咗唔係好耐啦，咁啊同埋咧因為英國而家氣氛咁樣啦，咁但係大家都知同一時間咧，其實咧香港呢一擺突然間咧嗰個移民嘅想法咧又係強烈咗嘅。咁大家知咩事？因為近排咧就因為香港大埔出現咗個慘劇之後啦，咁啊好多人覺得咧，喂成件事無論開頭可以避免嘅嘢，一直都冇避免到嚇，即係因為可能當中有啲嘅所謂官相衛，有啲內部嘅一啲利益嘅問題，而導致到咧明明係可以咧係避免呢一場火災嘅，變咗一個人禍。同一時間就係話咧完咗事情啦嚇，要善後嘅又發覺喂，好似咧好多部門咧善後嘅時候咧都唔係咁正確方向，咁令到咧我諗香港嘅朋友仔咧個心情唔係咁好，覺得喂冇希望啊對於呢個城市，咁所以咧呢一排咧又聽到咧唔少聲音話不如咧有個計劃走啦，好多即係明明係淡化咗，開始咧就平穩咗冇乜人走嘅，都開始又帶翻起個氣氛翻嚟。但係咧其實呢一年咧帶起呢個移民氣氛咧，其實就唔適合嘅。因為其實近呢1-2年都係噶啦，咁啊唔係就係英國啦，我諗全球唔同嘅國家咧開始收緊呢個移民政策，開始唔係太受歡迎，冇早可能4年啊3-4-5年咁樣咧，哇好受歡迎嘅啊，好多咧 plan 啊，好多方案咧係歡迎咧大家係做移民，而家冇咗喎呢1-2年，咁變咗咧你話真係想揾個地方去移居咧，
其實呢係唔簡單，係困難咗好多。好啦，咁啊講埋呢，我諗最想表達一樣就係我自己又點睇呢？我自己嘅心情係點呢？嗱，我當然就唔係嗰批口裏邊講呢最壞打算，實質上呢，嚇，其實呢就影響係好大嘅，因為呢唔會下年就可以搞永居嘅，咁變咗呢。有啲咩打算呢？回流係咪一個 option 呢？嚇，我夠膽講，肯定係其中一個 option 嘅，因為我從來嚟到呢度呢，我每一日幾乎呢我都講噶啦，係見步行步嘅呢個生活，同以前香港唔同。香港因為我哋即係出生啊、土生土長啊，好熟悉呢個環境啊，基本上呢好多嘢都可以計劃，但係喺呢一度呢，每一日冇做嘅每一樣嘢，我都話係見步行步。咁所以呢，好早期我已經咁講噶啦，即係如果要選擇到要回流，都係無所避免一件事，我亦都唔會反對嚇。咁但係會唔會係第一時間呢一刻諗嘅 option 呢？我又覺得喂，咁你諮詢期完咗之後啦，聽埋出嚟嘅 feedback 再諗都唔遲啊，咁樣嚇，反正都係見步行步啦，咁啊唔使咁早睇下一步啊，係咪？仲有一段時間，同埋我自己心態呢，同有好多朋友分享呢，其實呢，有某啲地方呢都相似嘅，就係話係未必咁容易話改就改啦。你話無論英文 B1 改 B2 啊，又或者甚至乎最大改動噶啦，就係話呢，原來你必須要有3至5年嘅收入啊，嗰個係所謂貢獻嘅反應咁樣。咁呢啲呢都唔係一時三刻呢係可以改動嘅，大家都覺得即係好合理。尤其是你話一啲即係呢啲長輩嘅老人家啦嚇，又或者啲啱啱讀書出嚟啦嚇咁樣，即係語文上嚇長輩老人家就好難噶啦。你話 B2、B1 都可能掹緊啦，係咪？好啦，咁你話收入呢更加唔使講，老人家退咗休啦，就點可能要去有呢個收入俾到你呢？係咪？即係證明到佢嘅所謂貢獻呢？係嘛？可能佢哋帶嚟嘅資金已經係貢獻啦，冇理由唔 count 㗎。讀書嘅朋友仔啱啱畢業又點可能呢？可以攞到呢？畢業要出嚟第一份工未揾到，咁啊即係話起碼坐底要住咗3年，即係呢度種種呢啲咧，大家聽就 make sense 㗎啦。冇可能呢，就係一竹篙打船人，咁啊相信呢，大家預示到呢，一定有呢所謂過渡期，一啲 transition period 發生。只不過點過渡法呢？嚇，係咪部分嗰啲即係近期啲可以申請永居嘅朋友呢，就照舊例呢？嚇，定還是可以全部已經落咗地，一直行緊呢個方案嘅朋友就可以豁免呢？嗱，呢一樣呢，咁大愛包容呢，我好難想像工黨係真係咁闊啦，可以話全部嚟咗嘅就唔使改，之後嚟嘅呢就要更新咁樣。咁呢樣呢，我自己都有啲保留，但係即係無論如何啦，都係值得期待嘅消息。咁我覺得呢，既然我行住一步，即係我一直心嘅想法就係見步行步嘅話，咁啊不如去到嗰一步再諗下先，再決定啦，係咪？但係我成日咧都覺得嘅，即係無論你有冇宗教信仰都好啦，我覺得呢句説話呢，即係對我嚟講都管用嘅，即係令到你唔使諗咁多嘢嘅，就係話呢，do the best，God will do the rest。呢句我都幾好中意嘅，即係自己做到最好啦嚇。咁啊上天可能冥冥中會幫你做其他嘅安排，即係其他你唔使理噶啦，你做最好自己嘅嗰個部分就 OK。咁我呢就覺得呢句説話管用嘅，因為呢你可以好多嘢拋諸腦後，唔使諗太多。最緊要呢一眼我着眼我眼前可以做啲乜嘢。咁我覺得呢係喎，即係打從無論喺香港生活到喺呢一度呢遇過嘅每一個即係艱難，每一個轉變或者每個逆境都好啦，到最後我都同自己講唔好理咁多啦嚇，沉着氣嚇，做自己眼前覺得可以做嘅嘢，做到最好嚇。之後呢，下一步呢，都係真係要由個天去幫你安排，由天去做正預嘅一啲嘅東西。呢個係我一直以嚟嘅一個 belief 啊，一個相信咁啊。我覺得人生呢，嚇，每呢都會突如其來出現好多轉變，咁我都迎接過唔少嘅，坦白講，一出現嘅時候呢，其實都好 shock 嘅嚇，都會有時都有梗會有啲時期呢，你會即係無語問蒼天啦，點解發生嘅呢？嚇？好地地嚇，冇諗過嘅喎，你想像唔到點解會發生，咁但係呢，其實呢都會冷靜落嚟。當你 calm down 之後呢，你就只能夠知道，我而家眼前有能力做到嘅嘢，就只能夠做嗰啲嘢。之後我都只能夠去等待其他啲嘅轉機啦，係嘛？咁呢個所謂呢 calm down 啊，冷靜期呢，而家呢好多香港朋友都冷靜緊㗎啦，因為呢，而家所謂喺諮詢期開始咗一段時間呢，雖然話好多網絡嘅朋友繼續喺度紛紛議論討論啊，去講自己想法，但係大家坦白講啊，你聽埋，而家開始重複㗎啦，聽到嘅嘢都係咪好多 YouTuber 請埋啲律師啊，即係一啲叫做有資深嘅嚇，有啲即
即係有經驗嘅朋友仔去分享嘅時候咧，開始重疊，開始 overlap 咗，開始咧 repeat 緊嘅，都係嗰樣就係話係啦，寫係咁寫嘅呢啲咁嘅 requirement，但係咧都係諮詢緊啦，咁大家都係盡力去填翻嗰份回應啦，然之後咧可能嘅話就寫信俾 MP 反映翻你嘅想法啊，我哋即係香港朋友有啲咩貢獻啊，點樣係應該咧係要遵守翻承諾啊等等，即係我哋盡做啊，頭先我所講噶啦，做好自己嘅本分之後交俾上天去幫我哋安排啊嘛，係咪？咁啊重複咗噶啦，好多人咧都已經叫咧冷靜咗，而家係一個冷靜期，咁啊開始咧籌劃緊自己嘅將來，咁所以我哋先見到有啲人話要作最壞打算，但係都嗰句啦，講得出呢句説話嘅人呢，其實係唔需要打算嘅，知道自己其實呢個打算就係呢：唔好理咁多啦嚇，下年一到期即刻申請永居係冇問題嘅咁樣，反而呢，就係我哋默默咧喺背後嗰啲朋友仔呢，真係要 plan 下，好啦，咁你嗰個 planning 啦，嗰個計劃啦，咁究竟係咪可以好全面呢？嚇？好多人呢，開始咧呢一排呢，就揾翻個話題講。就係話喂，我發覺好多咧嚟英國咧話適應唔到啊，即係生活唔到落去啦，到最後咧都係要走啊，或者已經有啲走咗啦嚇。其實就因為呢個 planning 啊，個計劃唔充足咯嚇，即係冇計好條數嚇，咁就帶唔夠錢嚇，開個即係成日上網問啊，我得10萬可唔可以生活到啊咁嘅朋友，其實你就冇好好計劃，基本上話你。攞住10萬可以去一個新嘅國度去生活嘅，都係呃你啦咁樣嚇。雖然話呃你啫喎，有啲人都話唔係得嘅喎嚇，只要你咧肯做咧肯捱咧實得嘅喎咁樣。所以咧我聽埋咧，我覺得咧即係冇所謂完美嘅計劃，有啲從來都冇嘅計劃係要有嘅。但係唔會有完美嚇，冇可能咁心思細密啊嚇，完全咧係冇漏洞啊，冇可能。咁但係咧，亦都唔可以話咧太過膽大，完全冇任何資源嚇，就冇任何裝備，咁就走去上戰場又係唔得嘅。咁所以咧要拿捏咧中間嗰個狀態咧。坦白講係唔容易嘅嚇，又要有一定嘅籌碼、一定嘅資源去 back up 自己，但係同一時間呢，就係亦都唔會諗太多嚇，亦都要落勇字當頭，行出第一步去嘗試嚇。咁但係呢，我諗咧人生呢，每個階段啊，其實呢都有啲似玩遊戲機啦。玩第一次玩嘅遊戲呢，你總係要試啊嘛嚇，你總係唔識玩，唔知有啲咩秘技嘅，未過過呢一關，未見過點玩，你都要玩咁上下啦，就有啲經驗，再加埋身邊亦都有啲人呢一齊玩緊嘅朋友嚇，咁啊，哇玩得叻過你嘅咧，咁啊通常都會分享下自己點玩嘅喎。而家好興噶嘛嚇，睇電視有啲人時候咧影住自己咧打遊戲機啊，一路打一路講嘅喎，commentary 咁樣講下自己應該點過啊，有啲咩遭遇啊咁樣，咁啊分享自己成功嘅經歷。咁啊，如果你自己玩緊新遊戲嚇，又唔係好識玩嚇，玩到啲玩唔到啲，過唔到關，睇下呢啲你又覺得幫到自己。咁我覺得咧無論係即係喺一個新嘅國家度嘗試生活又好，又或者而家有啲新嘅衝擊要即係做一個改變啦，都好，有啲似係玩啲新嘅遊戲啦嚇。咁啊從中咧最大得著係咩咧？當然就係哇你玩新嘢，你就好有新鮮感啦，有啲新嘅人生嘅歷練啊、體驗啊，呢個我覺得係最享受嘅嚇，即係能夠有機會可以有啲唔同嘅嘗試嚇，有啲唔同嘅即係一啲insight 俾到自己，一啲 inspiration 俾到自己，咁呢個我覺得係豐富自己人生嚇，咁啊值得欣喜。咁但係咧你要豐富嘅同一時間咧，嗱都會遇到唔少咧嘅挫折啦，唔少嘅鬱結嘅一啲突發而嚟嘅突如其來發生嘅嘢。咁啊我都只能夠咁講嚇，你話心態上衝擊唔係冇嘅，擔憂唔係冇嘅，咁但係咧可能都係要繼續本住見步行步啦嚇，用個最平常嘅心情，盡可能啦嚇，即係平淡地去即係欣然面對，做好自己最好嘅一步嚇，亦都可以咧睇下周邊嘅人有啲咩即係主意咧可以參考下，咁啊到事情發生之後啦，咁先再慢慢咧去計劃下一步。咁我諗我自己會咁做啦嚇，一直以嚟面對好多突如其來嘅一啲嘅變化嚇，想像唔到嘅我都係咁面對。咁啊，只能夠希望到一句啦嚇，自己嚇 do the best，咁啊 let God do the rest 嚇，呢個咧就我都會繼續本住啦，好管用嘅一句説話，希望大家亦都啱用，大家亦都可以咧喺呢個冷靜期之間啦嚇，即係可以放低咗一切之後咧，可以慢慢去即係靜待呢個新嘅消息之餘咧，亦都要籌劃下下一步可以點樣去做嚇。無論如何，我覺得嘅嚇，任何一個決定都好啦。你話3次移民又好，回流又好，甚至乎我 extend 啊，掹緊都 extend 啊，希望俾自己下一次機會都好嚇。只能夠相信啦嚇。當下呢一刻呢，一定係對自己最好嘅決定，因為你起碼有決定到啊嘛，係咪？好過你冇決定啊嘛，係咪？咁做咗決定之後呢，欣然面對。好啦，我今日分享呢，
去到呢度啦，咁啊，中意朋友呢，俾個 like 支持，歡迎留言啦，都有句希望可以呢喺呢個影片度呢，大家互相呢有個良性一個互動交流，最緊要係互相尊重啦，禮貌嘅。咁啊，交流分享大家個人嘅意見之餘呢，俾個 like 之外，亦都希望你呢可以幫手 share 下影片啦。咁啊，未訂閱 channel 朋友呢 subscribe 頻道，撳埋 long 鐘仔，下次再分享過，多謝你，拜拜。